继续来看陆军日前抛一段敌战部队训练的影片，但是伫个片尾却看到中国歼击软体的商标。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是提出着质疑，讲安尼恐惊会泄露着装备的型号，也则是训练的模式。陆军回应讲，迄是作业人员临时用手机剪辑的影片，未来会更加顶真细致，袂阁发生这款的错误。 一声命令，伫乌勇直升机顶的敌战部队官兵随坠落到地面，突破地形的限制，快速降落加入作战。中国陆军公开训练片段，伫片尾出现了中国歼击软体商标，虽然是使用国际版进行歼击，也毋过依照该公司伫去年6月所发布的上新的条款。 未甲写讲，若要透过本服务上传内容的时，嘛已经允准共款同时传到伺服器，会当免费无限制使用所在，并且永远作为商业、非商业的用途使用。立委质疑讲，安尼漏涉机密。 它可能会泄露到我们有一些装备的型号或者训练的模式等等，这个在军中的影像传播，其实这是都被非常高度重视，那管制也非常严格。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有非常大的漏洞。陆军回应讲，是因为作业人员临时用手机剪辑影片，嘛是头一摆下载这个应用程式的作业，发生错误，未来会谨慎。但我马文君未当接受批评陆军无特征异性。 这些的训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相关的过程模式，其实都会透露出去。那就这个部分，国防部要有一个因应的作为。剪辑相关的，你一定会必须要让他做素材的读取或者让他可以读你硬碟的资料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绝对是有这一个所谓资料外泄的风险。 民进党立委辛碧阳嘛烦恼讲，用中资背景的软体，恐惊会面临所谓渗透的危险，这考验着军方要安怎应对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